而家潮流興 eSIM，就連 HK Mobile 都玩埋一份，但係暫時佢就淨係得轉換 eSIM。咁今次就幫大家實際去門市做轉換 eSIM。大家都知道我係屯門牛，我今次就去咗最近我嗰間，就係元朗呢間直銷中心啦。咁佢有幾間分店，大家睇下邊間就腳啦。咁佢嘅門市都好易認嘅。佢嘅裝修紅當當咁，寫住手提電話直銷中心。如果你本身已經用緊 HK Mobile 嘅卡，你可以去門市做轉換 eSIM 呢個動作。要準備啲咩呢？記住係需要實名登記人親身去嘅，帶埋你嘅身份證去到門市，講聲轉換 eSIM，跟住提供埋電話號碼就得噶啦。咁職員就會填份表，咁大家靜心等待一陣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然之後最後佢會俾你簽返個名，最後俾30蚊就會俾一張印咗 eSIM QR code 嘅紙仔你。咁今次我係中午時間去嘅，大概傍晚5至6點就會生效。留意返而家淨係 HK Mobile 嘅年卡先可以轉到做 eSIM。如果大家想試下玩 eSIM 而又覺得 HK Mobile 收得好嘅話，可以買張新卡做實名，然之後就去門市做轉換 eSIM。或者你本身自己已經有卡嘅話，都可以咁做。而家 HK Mobile 都多咗唔同數據量嘅卡款俾大家選擇，有以下呢3款，大家可以根據自己嘅需求去購買。